變翻7咯。好，呢一開閘起眼光應聲彈出啊，帶埋邊皇帝英雄3幾步放咗出嚟啦。中間黃衫有明天更好，藍眼罩黑衫呢仲係有得型啊。最出呢走上去就係快右繩嚟㗎。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到啦，紫色衫呢就係志合拍，內欄第6啊，啡色衫就起眼光，第7位橙帽就雷神太保啊，響外邊啊新力超升啊。後邊嘅4匹馬開運王仲升啦，尾二就有運行啦。暫時殿後嘅馬匹係運來5寶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啊，接近600啦，前面放嘅馬就快右繩啊，外邊呢咁啊走咗上去就明天更好啊，守住內欄第3就有得贏啦，皇帝英豪第4啦，內欄第5嘅馬呢仲係起眼光，紫色衫第6位，外邊啊志合拍啊，橙帽第7啦就雷神太保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呢仲有新力超升，後邊4匹馬開運王仲升有運行包咗落尾，淨係運來5寶嚟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明天更好呢，黃衫啊走咗出嚟先㗎啦，外邊皇帝英豪追緊佢啊，出邊呢仲有志合拍啊，雷神太保中間賺唔賺到位呢？入邊呢仲有隻有得贏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皇帝英豪佔先半個身位，雷神太保打開咗追緊佢，出邊用個志合拍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埋邊係皇帝英豪，但係終點線嗰步呢，入咗落去呢，就雷神太保喎，要影相嘅。出邊仲有隻志合拍啊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嗰隻有得贏有啲力弱咯，中間追上嚟起眼光，外邊呢仲有隻開運王啊，睇睇終點嘅線位。雷神太保啱啱到先啦，定係入邊皇帝英豪到呢？外邊志合拍肯定第3噶啦，第4名都近啦，埋邊數出嚟有得贏，起眼光，外邊開運王。鬥得好好睇啊！咁到底係皇帝英豪贏定係轉馬房嘅雷神太保呢？第3名就志合拍噶啦，好近啊鬥得。第4名就應該係6號嘅起眼光。